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小草。最近天氣寒冷乾燥，有啲敏感嘅人皮膚可能會痕癢乾裂，或出現各種煩惱問題。遇到呢種情況，我就會煲一款水牛皮、生地去濕健膚湯。材料有水牛皮、生地、昆布同海草。飲完之後呢，心情就好好多啦。大家有興趣可以試下。點解我識煲呢個湯呢？事緣幾個月前，我睇一個介紹美食嘅電視節目，叫乜乜新聞報道。有一集介紹一個水鴨煲水牛皮、生地、昆布、海草嘅湯。嘉賓主持話呢款湯好好飲，對皮膚好，有暗瘡嘅可以試下。之後又喺網上睇《夕陽之歌》嘅片，都有介紹用呢4種材料嚟煲湯。好似話有助舒緩濕疹同皮膚之類嘅問題，咁有益，我梗係煲嚟試下啦。味道甜甜地，有海草香味，感覺幾好，值得同大家分享。順帶一提，我幾中意睇《夕陽之歌》啲片，好有知識性，對中藥同傳統食材有詳細嘅介紹。我會擺嗰條 link 喺留言區，有興趣嘅可以睇下。可以識到好多嘢㗎。首先介紹下4種材料嘅功效。我去 Google 嗰度揾嘅。水牛皮解毒療瘡、涼血清熱、利水消腫除濕氣；生地清熱涼血、滋陰潤燥，據說有滑腸嘅功效。昆布海草大致上有軟堅散結、利水消腫嘅作用。水牛皮同生地喺藥材鋪各賣1兩就夠。而昆布海草就去傳統食材店或海味鋪賣。我今日煲嘅湯藥係4人份量，水牛皮、生地各1兩，昆布海草藥咁多，可以隨意。我冇落肉，想清啲。如果想加肉，可以煲豬肉或者豬骨或者水鴨。千祈唔好煲雞，因為雞性溫熱，同呢個湯嘅效果唔夾。材料處理比較簡單。水牛皮同生地沖洗一下就可以，昆布海草就需要用水浸開，因為裏面有沙，尤其係昆布，要洗多幾次先可以洗走啲沙。洗乾淨所有材料之後，就可以放入個煲度煲，大約煲1個鐘頭就得噶啦。湯煲好啦，大家睇下啲湯係咪好有特色呢？真係好似黑色午夜，深不見底啊！但係大家唔好嫌棄啊，佢係實而不華，好有益噶。其實我識嘅水上人，佢哋亦都曾經同我講過，佢哋屋企會用水牛皮、生地兩味嚟煲水飲，而平時亦都有用呢2種材料，配上土茯苓、紅蘿蔔、粉葛、粟米、馬蹄等唔同嘅食材嚟煲湯噶。可能因為佢哋平時食得多蝦蟹、各種貝殼類海鮮，需要清下濕毒，平衡下，維持飲食嘅健康。記得喺電台節目嘅一位中醫師講過，好多唔健康嘅飲食會產生濕毒，累積喺腸胃入面。遇到天氣寒冷，血氣運行差，有入冇出，交通阻塞，加上肺功能差，濕毒就可能發到皮膚上，形成例如濕疹等皮膚問題。所以天氣凍嘅時候，一定要保持輸出暢通無阻，同身體溫暖啊！下集我會介紹一啲保暖嘅食療俾大家參考，各位網友記得收睇啊！如果中意嘅話，亦請訂閱、分享、留言我嘅頻道，多謝支持。最後溫馨提示，以上所有內容只係道聽途說，可能有錯漏，不具專業知識。如果有任何健康上嘅問題，請諮詢醫生嘅專業意見。我只係分享個人嘅喜好同所見所聞，希望大家中意。多謝收睇，下集見，拜拜。